提供卓越的乾洗客戶服務。為雜膜服務很重要。今天的客戶有多種選擇，他們可以來到你的企業，也可以前往街上的競爭對手那裡。為了讓他們成為回頭客，你必須從一開始就提供卓越的服務。服裝的情感價值。服裝對許多人來說具有深刻的情感價值，因為它通常反映個性、情緒和文化認同。它可以增強信心，提供舒適感並承載特殊活動的情感意義。作為一名乾洗店，你所負責的服裝對顧客來說往往不僅僅意味着面料。你有責任小心對待每一件物品，並尊重每一位顧客。處理錯可能因多種原因而發生。乾洗店立製造缺陷。客戶錯。在所有情況下，你的工作就是保持專業，找出原因並與客戶進行清晰的溝通。你的法律義務。根據澳大利亞消費者法，客戶受到自動保證的保護，其中包括必須執行任何服務，憑借應有的謹慎和技巧，避免損失或損壞的方式。如果服務不符合這些標準，客戶有權獲得補救措施，其中可能包括退款或賠償，具體取決於問題是小船是大。作為乾洗店，你應該熟悉消費者法。訪問以下網站將為你提供更多信息。澳大利亞競爭和消費者委員會 www.accc.gov.au， 翁多利亞州消費者事務部 www.consumer.vic.gov.au 和澳大利亞乾洗協會網址 www.drycleanersweb.com.au。 記住，始終以關懷和尊重的態度對待服裝和顧客。了解服裝對顧客的情感價值，了解如何識別和應對不同類型的錯，熟悉澳大利亞消費者法規定的你的責任，清晰溝通，保持專業並提供解決方案。